现代第一版圣经雅各书第5章。恁这个好业人，注意听，着为着得要受的灾难哀伤啼哭。恁的财富已经败坏，恁的衣服已经互咒虫咬破。恁的金银生鲜，这个鲜为诚做控告恁的证据，搁会亲像火烧灭恁的身躯。恁为着将末的日子积聚钱财，伫恁的残垣，为恁做工甲恁收割的人，恁无工钱互因，着听因叫苦的声。遐个收割的工人呼叫的声，主万军的统帅已经有听到。恁伫地上享受奢华宴乐，恁家己食甲肥足足，在等互人刣的日。恁甲无辜的人定罪，甲伊杀害，伊嘛无甲恁抵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着忍耐到主来临。恁看，农夫安怎等候田里宝贝的收成，伊耐心等候春林秋雨。恁嘛着忍耐，恁的心着坚定，因为主会来临近啦。兄弟姊妹，毋通互相埋怨，才免受上帝审判。恁看，审判者徛伫门口啦。兄弟姊妹，着用遐个奉主的名讲话的先知，做忍受苦难的模样。遐个吞吞到尾的人，咱看因做有福气。恁捌听见约伯的忍耐，知主最后有安怎甲伊照顾，因为主充满怜悯甲慈爱。我的兄弟姊妹，上重要的就是毋通记天地，也是甚物物件咒诅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安尼恁才免受上帝审判。恁中间有痛苦的人无？若有，伊着祈祷。恁中间有欢喜的人无？若有，伊着唱称赞的诗歌。恁中间有破病的人无？若有，伊着请教会的长老替伊祈祷，奉主的名甲伊抹油。有信心的祈祷会救病人，主会互伊搁好起来。伊所犯的罪嘛会得到赦免。所以恁着互相认罪，三体祈祷，通互恁得到医好。义人的祈祷有大功效。以利亚甲咱平平是人，伊迫切祈祷毋通落雨，果然有3年半久，地上无落雨。伊搁祈祷，天果然落大雨，土地就生产五谷。我的兄弟姊妹，恁中间若有人偏离真理，有人搁甲伊带倒转来，恁着知，互失个倒转来，迄个人为救罪人的灵魂脱离死亡，互伊真侪的罪得到遮看。